細胞係點樣維持秩序嘅？細胞被認為係維持整體生命嘅最細生命結構單位。喺細胞入面，同一時間會發生大量分子反應，但呢啲流動並唔係隨機散亂，而係沿住既定嘅路徑運行。第一，邊界嘅維持，細胞膜將內部同外部分隔開，只容許需要嘅物質選擇性進出。正因為有呢個邊界，細胞內部環境先可以保持穩定，秩序亦得以維持。第二，資訊嘅中心，遺傳資訊儲存在 DNA 入面，並且根據呢啲資訊製造蛋白質。蛋白質分擔結構同反應嘅角色，將細胞嘅運作對齊。資訊成為細胞內部流動嘅準則。第三，能量嘅管理，細胞唔會隨意消耗能量，而係透過 ATP 結合狀態嘅轉變，建立自由能嘅梯度。因此，細胞內嘅各種反應唔會互相衝突，而係有秩序咁連續發生。第四，調節同回饋，細胞會感知自身狀態，並調整反應過多或者不足嘅情況。呢種調節不斷重複，平衡同秩序就得以維持。我哋可以觀察到，喺細胞入面，咁多唔同嘅運動同反應同一時間發生。科學對呢啲複雜流動嘅解釋，並唔會指向呼吸嘅主體呢個問題，而係集中喺可被觀測嘅現象同可重複嘅規律之上。換句話講，我哋可以準確描述乜嘢點樣運作，但對於係邊個點解令佢運作，就選擇停低唔講。即使細胞睇落好似可以自我維持，我哋仍然唔會去界定呼吸嘅主體。所以，科學會將佢描述成一個自律運作嘅結構。正因如此，科學作為一種說明工具，負責保存生命得以維持嘅秩序描述。我哋因此可以認知到，生命係按照被設計嘅方式，依循秩序而得以持續。然而，觀察同解釋並唔係用嚟揭示呼吸主體嘅通道，所以，任何受造之物都無法打開最根本嘅運作原理。最終，觀察同證明本身就係一種工具，除非設計者親自開門，否則只會停喺門前。正正透過呢種限制，人先可以不致越界，而係合理咁探索秩序嘅根源。呢一點，正正就係科學作為善意功能嘅所在。